Hello，大家好，我係 Inspiration Learning Centre 嘅 Anson 老師。咁由今日開始咧，我就會講 M1、M2 課程嘅 topic 噶啦。咁第一個 topic 我會講 Binomial Theorem and Expansion， 中文即係二項式定理和展開。咁因應出版社唔同啦，咁呢課會作為第一或者係第二課開始嘅。相信中五六嘅同學應該都對呢條公式唔陌生噶啦。咁所以想考下大家，呢條式有啲咩錯處呢？咁為咗令到初中嘅同學都可以 catch up 到呢，咁我就用一條簡單啲嘅數啦，就係 a 加 b 嘅二次。咁相信冇人唔識佢會等於 a 二次加 2ab 加 b 二次啦。咁所以個錯處呢，就應該出現咗喺第一行或者係第二行度啦。咁俾3秒鐘大家諗下，3、2、1，諗唔諗到呢？咁其實就係第一行嗰度漏咗一個名為 sigma 嘅符號。咁俾一條正確嘅例子大家睇下啦。sigma 嘅上邊同下邊都有寫字，咁係咩意思呢？其實就係呢條式入邊嘅 R， 我哋由0開始代起，代0、代1、代2，代到幾時呢？就代到呢個數字為止，即係代到3。咁然後將佢 simplify， 咁就係呢個題目嘅 final answer 啦。咁我哋嚟重溫下啦。第一條式嘅用途呢，就係 expansion of each term， 即係每一個行嘅展開。大家可以參考翻第二行嘅1、2、3、4。而第二條式就係 summation of all terms， 即係所有項嘅總和。咁原則上呢，就係有呢條式之後呢，我哋先可以做 expansion 嘅。咁你可能會問，到考試嘅時候係咪真係需要寫晒咁多 step 呢？其實我會建議中四同學盡量都寫齊啲 step 嘅，因為 touch wood 你真係計錯數的話呢，你起碼有補習分啊嘛。咁但係如果中五、中六甚至乎 DSE 嘅時候呢，其實就咁寫答案呢係可接受嘅。咁去到呢條片嘅最後呢，就想俾一條數大家試下做啦。咁呢條數嘅答案呢係關係到下一條片嘅，咁所以下條片見，拜拜。